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收看嘅欢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16号，市长黄伟哲特别针对即摆林地堰坑等所在因大水向议会进行专案报告。上午医生前往昆山抽水站视察，会中除了提醒暗时假有大雷雨，一定要随时待命。嘛，针对堰坑大湾地区的山庙溪治水，也需要落冬的时间上久，要求水利局一定要先加悬堤防来应急。8月13号大雨，台南林地堰坑淹水严重，市长黄伟哲上午先视察堰坑抽水站，听出水利局的报告。会中议员林彦竹、林义景、嘉阳中心嘛拢纷纷建言，了解到底敢是昆山抽水站无发挥效果。不过根据了解，其实重点就是三阳溪断面无够，就算全力将内水抽到三阳溪，水同款填出来。市长强调，目前所得分洪加地防池等市府会当做的拢已经做啊，但整治中央预估也需要落冬，伊认为万万不可，除了要求缩地时停，嘛爱先加悬堤防来应急。如果水位涨上来了，即便你用力抽水，抽过去，抽进内水，抽到三爷溪，三爷溪还是满出来，好，还是没有用，还是流出来。所以我们觉得这是还是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增加三爷溪的断面。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因为中央估计大概6年的工程，我们不能等6年，人生没几个6年。但是而且居民在6年内，我们不知道再淹几次，所以我们还是要指示这个水利局协调，这个中央水利署赶快去这个完成。会中市长嘛表示，15号行政议会通过临时动议，议长表示，台南将比较高雄淹水50公分以上，每日户加发2万块的补偿。另外，港区的超商损失嘛调向减免税负来加减弥补。事实上，在仁德工业区，许多厂商都有装有防水闸门，但是因为这个水来了又快又急哈，所以说还来不及把防水闸门架起来，这个就已经进水了，这是蛮可惜的。但是不管如何，他们所遭受的损失，应该我们希望说能够得到税负的减免。这个部分还有包括厂商积水超过50公分的厂商啊，一户也是补助2万元。我们知道这是杯水车薪，我们也知道说厂商淹水是有点可惜啊。那但是政府能够做的及时的这个有一点小小的补助哈，我们也希望说也不要拖，赶快勘察确定，赶快这个落实发放。市长进一步表示，2万块的补偿虽然无够，不过这是政府第一时间会当做的小小帮助，所以赶紧勘查，确定来落实发放，尽量降低民众损失。台南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市长黄伟哲伫顺时过堰坑昆山抽水站以后，需要赶往林地，因为三溪位伫新高桥边仔的老旧堤防，伫大雨冲刷以后，不止桥面出现壁损，连基础嘛已经头空下陷，情况相当危急。所以水利局已经进场抢修，避免损害继续扩大。一个林地新高桥会当看见8月13号，因为12点钟落305公里大雷雨淹过，和三湾溪支流暴涨，造成道边老旧的堤防围墙已经出现壁损，甚至基础已经头空下陷。对此，市长黄伟哲伫在地议员杜素银、郭宏仪、甲郑家兴等平台陪同到场勘查，了解实际损坏情形。因为这个水量出来吼，这个稳应大嘛，所以稳应大下底愈透空。啊，前几工啊，阮甲水利局来会勘，伊就是讲吼，要先用探测看下底是毋是透空，甲什么程度，拍要来测试。未正探测就已经。对啊，未探测就规个拢下落来啊。啊，所以你等下行过遐看啦。迄一工的桥墩边嘛无遮大空啦，就是这边全部下落来，伊遮大空啦。本身桥是无破坏啦。水利局表示，预计先用13公尺长的钢棒固定，10天内完成初步抢修，加上现场大型的机具嘛拢进驻，
避免日后大雨冲刷，扩大损害民众。那么我们重要的问题在于，不要再让这个地层继续下陷下去，因为底部堤防的底部已经掏空了，那地层继续下陷下去，那可能危及到整个的水利工程，那会造成周边这个地势比较低洼的民众就会有可能淹。那面对中央气象局的现在的汇报，大概今天晚上0点以后可能会有一波新的雷雨包。那这个部分我们也是忧心忡忡，那希望说能够有一些应急性的措施，不要再最重点是不要让这个水再继续冲刷这个堤防。那如果堤防挺得住这一两天的话，等到西南气流过去，那还算是好的。那如果挺不住的话，那我们周边的民众不排除如果真的不行的话，水情紧急的话，该疏散就要疏散了。根据了解，林地排水洪华路区已经超过20栋，嘛是三麦溪排水系统上界主要的排水路，所以一旦洪华若放弃，效果不堪设想。市长当场要求水利局针对损害区域提报再收工程，在风台期过后全面重新施作。但新闻顾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但是最近落了真侪摆好大雨，真侪所在拢积水，而且日前伫东区大同里个新增一件本土天高的病例。对此，市长吴伟贴昭和率领相关单位共同视察当中铁路地化工程周边环境，希望避免当中的空厝成为病媒网的主成员，再次引发疫情。目前正咧初步阶段施工的台南市东区铁路地下化工程，因为铁路沿线大雨搬迁，互周边加了真侪空厝，也因为拆除后产生真侪废弃物，连日的大雨将会成为病媒网的滋生地。因此，台南市长黄伟哲特别率队视察当地资清的状况，并向施工单位铁路局南工处要求做好应拆、未拆、待拆空厝的资清，无将要依法开单。这边应该有一些住户已经没有人住了。没有人住就没有人管，没有人管，有时候封存起来又知情人又进不去，那所以说这边是属于铁道局的工地，如果铁道局不好好处理这个应拆、未拆、待拆的这些房子的话，造成了登革热的这个产生，或者是一些滋生源决绝的产生的话，我们逼不得已而只好对铁道局开罚单了。那因为这个点交之后，产权属于铁道局，那铁道局不能够放任自己的空屋、闲置的空屋变成一个登革热的滋生源。截至8月15日为止，目前伫台南市本土天高的病例已经累计到19例，尤其第19病例就是住伫咧铁道附近。市府警告疫情发生，规划伫咧8月16号进行户内外环境化学防治，以及加强滋生源的清除。黄伟贴嘛呼吁全体市民一定要逐工做好巡倒、清刷等防网的措施，才会当有效防堵疫情扩散。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消灭登革热，仔细清扫，立即做。饮水机水盘若有积水，要倒干净。花瓶旧水倒在土壤中，可以避免再次积水养蚊。花瓶底部、盆栽底盘要常常刷洗，避免蚊卵附着。不使用的水桶记得倒质量干净，别忘了食蚊鱼也是消灭孑孓的小帮手哦。防治登革热，清干净、倒干净、刷干净、晾干净，大家一起来。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飞读 Book》台南爱读册。但是今年总共有3位抗癌的导师得到愿望助学金。12号上午，朱大官文教基金会伫市府举办颁奖典礼，市长吴伟贴嘛特别出席，为抗癌的小导师加油打气，祝福因虽然得癌，唔过但有搁较侪勇气来追求梦想，活出生命的精彩。
就大馆文教基金会为了鼓励得到癌症的学生勇敢抗癌、热爱生命，基金会自民国86年设立至今，20个月来已经帮助12000名学生以及家属。台南市今年的抗癌小斗士分别是新市国中曾雅轩、永信国小丁品妍、吉尼斯幼稚园郑宗颖，以及来自云林县的雷博勋，一同接受台南市长黄伟特颁奖。我非常感恩大家今天来为他们加油打气啊！我们的小朋友正在为生命奋战，成为生命斗士的时候看到大人的世界你争我夺，实在觉得也是就是很不好啊。那所以我想说，将来对于这个孩子们的那个教育以及孩子们的帮忙我们市政府一定要尽全力来多协助他们。那今天很让我很感动，看到这么多生命的小斗士谢谢各位。无论后面的有多困难、多艰辛，我一定会陪他走下去。然后到后面还是没办法撑住，没关系。我不能我应该不能延续他的生命，可是可以连他的份一起继续活下去，勇敢的活下去，活得更精彩一点。台南市各学校致力在咧推动生命教育，嘛常常邀请生命斗士到学校分享生命奋斗的历程。而且在咧校园中抗癌的斗士，因的勇敢以及踏实的精神，会当鼓励学生珍惜生命，嘛带动校园对着生命的尊重甲关怀，互知福感恩成为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这个推动台湾艺术文化培养美术甲音乐人才基美艺术奖已经迈入第31届，累计奖助金高达1亿1000多万。而今年除了颁奖予9位有艺术潜力的得奖者，嘛首次有姊妹共同得奖的。同时，主办单位也第一摆颁发特别贡献奖予艺术家李祖新，感念伊一生为艺术付出。基美艺术奖对1989年创办以来，透过颁发奖助金的方式，互学习艺术的青少年会使减轻经济的压力。到现在已经有300多人得奖，累计的奖助金已经超过1亿1000万。历经伫基美博物馆举办第31届的颁奖典礼，今年总共有9名得奖者。得奖的内容包括雕塑、演奏、诗画等等。现场也由着基美博物馆的馆长廖锦祥一一来颁奖，也期待因会使伫艺术这条路顶面行到愈来愈远。奇美艺术奖一直以来都是很希望说能够帮忙培育台湾的人才，因为我们知道说许文龙创办人他的理念里头一直希望说，有能力的人其实他不要被他的经济的环境所局限。我们有些音乐的人才或是美术的人才，可能他并不是诞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所以如果要让他的才能够有所发挥的时候，这就是奇美艺术奖希望能够协助的地方。不要说有音乐家他一面拉提琴一面还要去打工洗碗，这就是我们希望说能够协助的地方。这届的得奖者当中上特别的就是第一届有姊妹同时得奖。主办单位也特别安排因2位伫现场表演，以着钢琴甲中提琴的演奏，得到现场来宾满满的掌声。非常荣幸可以得到奇美艺术奖，然后我大概在国高中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奖，因为那时候很多学长姐非常优秀的学长姐都得到这个奖，然后今天可以在这边领奖，真的非常荣幸。然后也要特别感谢许文荣董事长就是创立了这个奖，然后帮助很多年轻的音乐家能有那么好的资源与就是支持，然后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去练习。就是因为特别是在美国的开销是特别大，像租金啊那些学费，然后就很感谢给我这个资金，让我能更专心去读书，就像其他学生，像有些学生需要半工半读啊，然后我可能就会有更多时间在练琴的方面上。其中第32届基美艺术奖嘛将要伫10月份开始报名，每一位得奖者拢会使得到为期1年、每个月3万块的奖助金。想要了解的民众也会使到基美博物馆的网站来查询。但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
由文化局主办的十岁正青春艺术节，以10岁成年礼作为构想，和学生参与为期半冬的表演艺术课程。今年迈入第5冬，将伫16号登场的重头戏共振，就是由50位青少年运用因家己的故事甲经验进行创作，打造出专属因的演出。文化局嘛邀请市民做伙来参与。由文化局所举办的16岁小戏节，是以着台南传统的做16岁成年礼作为发想，让青少年参与舞台剧的无前无后的培训。今年迈向5周年，同时扩大举办成为16岁正青春艺术节。这届的重头戏也就是少年扮戏，将要伫16号登场。今年以着共振为主题，让参与的50位青少年分享家己的故事来进行创作，打造出属于因的青春的频率。这一档演出呢，我想已经5年的时间，5年的经营了，这个是大家应该都已经都不陌生了啊。那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除了这个所有的孩子，我们台南市政府希望送给我们台南这些孩子们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成年礼之外呢，我们也觉得这个是。所以这些孩子们，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面，我相信会留下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记忆啊，跟经验。经过了成年礼，我们希望他们可以透过戏剧，然后展现他们自己，然后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找到这个自信以及创意之外，我们也培育大概超过20名的青少年，然后进入了台湾或是国外的这些有关于艺术还有戏剧这样子的领域。对所有来参与的青少年朋友来讲，这是一个真难得的经验。唔但让因学习到侪表演艺术相关的知识，同时也让因伫活动的过程当中找到个性相同的好朋友。我觉得一开始训练当然都是为了很想要从事演戏这种体验一下舞台剧的感觉，但是后期跟这些伙伴一起到现今，虽然都是高中生，但是不同的年纪，然后这个16岁、17、18岁能一起做一个舞台剧，是一件很青春洋溢的事情，而且。很难遇到一群是很冲，然后一起往一个目标一起冲，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干劲了，对，然后会觉得来这边挣出我们想要的频率，因为真的很想要在学校外找到跟自己频率相符的，然后把我们想做的事情在这边散发出来。16岁正青春艺术节这一系列的活动，对5年前到现在已经有200多名的青少年参与培训，超过1万人来参与计划的活动。文化局希望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将艺文的素养向下定根。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新闻再来关心明仔载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坐云底将准雨，现在是雷雨天气，温度27度到28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8月10号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